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，耶稣离开迄所在，入去犹太地区，过去约旦河的迄边岸，群众搁聚集去遐，伊搁照常教示因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要试探耶稣，我来问伊讲：丈夫离伊的某有下律法无？耶稣应讲：摩西有互恁什么命令？因讲：摩西允准人写离婚书，就通离伊的某。耶稣甲因讲：摩西是因为恁的心意，才写即条诫命互恁。毋过，起头创造的时，上帝造人有男有女。因为即个理由，人会离开伊的父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安尼，因已经毋是两个，是一体。所以，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拆开。因入去厝内的时，门徒阁问耶稣即个代志。耶稣甲因讲：无论什么人离伊的某去娶别个妇人人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伊的某；某若离伊的丈夫去嫁别人，嘛是犯奸淫。有人带囡仔来耶稣遐，爱伊甲因换手祝福，门徒甲因责备。耶稣看到，真受气，对门徒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耶稣就甲因抱，换手祝福。耶稣拄要出外的时，有一个人走来，跪伫伊的面前，问伊讲：好的老师，我着做什么，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哪会讲我是好？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这个诫命你拢捌：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伪证，毋通诈欺，着孝敬父母。迄个人就应耶稣讲：老师，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耶稣注目看伊，听伊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你去，吸下所有来分互善车人，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迄个人一听到即句话，面失色，悠悠悄悄离开，因为伊财产真多。耶稣四周围看一轮，甲门徒讲：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尔困难。门徒听到伊所讲的话，非常着惊。耶稣搁甲因讲：细囝，入上帝国真正困难。路途、庄稼、占片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门徒搁较着惊，大家讲来讲去，若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注目甲因看，讲：即个事人做袂到，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逐项拢会。彼得就甲耶稣讲：我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。耶稣应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，若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放下厝体、兄弟姊妹、老母老爸、囝儿，也是田园，伫今世会得到百倍的厝体、兄弟姊妹、老母、囝儿，甲田园，阁有迫害，伫来世会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总是真侪做头前的，会做上落尾；上落尾的，会做上头前。
耶稣甲伊诶门徒上耶路撒冷诶路中，伊行伫头前，门徒感觉真奇怪，第一人真惊吓。耶稣搁一遍带12使徒去边仔，将伊得要拄着耶稣，甲因讲：呾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会甲伊定死罪，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，因会甲伊戏弄、骗烂、鞭拍、害死。3日后，伊会搁活。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行进前，甲耶稣讲：老师，阮所求的，请你甲阮成全。耶稣问讲：你爱我甲恁做甚物？因讲：你得到荣光的时，请互阮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耶稣甲因讲：你毋知家己得求甚物？我啉的杯，恁会当啉袂？我受的洗，恁会当受袂？因讲阮话。耶稣甲因讲：我所啉的杯，恁要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要受。不过，坐我的正边倒边，毋是我会当互人的。上帝为着甚物人准备，就互迄个人。其他迄10个门徒听到，就对雅各甲约翰生气。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恁知伫外邦人的中间，遐个互人看做统治者的，做主甲因管辖，因的领袖甲因支配。不过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。耶稣甲伊的门徒来到耶利哥，因甲一大群人要对耶利哥出去的时，有一个失明的乞食，底麦的囝巴底麦坐伫路边。伊听讲拿撒勒人耶稣对遐过，就发大逼的囝耶稣怜悯我。真侪人甲伊责备，叫伊恬恬。毋过伊愈大声发：大逼的囝怜悯我。耶稣停骹讲，叫伊来，因就去叫迄个盲人，甲伊讲安心起来，伊在叫你。盲人就将外衫脱掉，跳起来，来到耶稣遐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盲人应讲：拉波尼，我爱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转去，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。盲人随时搁未看见，就跪落缀耶稣。